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弟嘅 YouTube channel 哥頓吹水拖。呢條片呢就唔使講，就肯定就係講世界盃決賽。世界盃終於曲終人散，決賽西班牙加時1-0小勝阿根廷。雖然係小勝，但係成場波控制局面嘅都係西班牙。阿根廷90分鐘之內，我冇記錯好似一腳射門都冇。最後結果好似係連埋加時都得個2次射門，咁就足證西班牙喺半決賽對住法國嘅嗰種踢法，對住阿根廷一樣都係佔優勢，一樣都係有效。就係呢個控制力，強大嘅控制力，令到無論對面係上場嘅麥巴比又好，奧利斯又好，迪比利又好，今場嘅美斯都好，完全係變成一個即係喺場上嘅一個空殼，完全係連波攞唔到波，就算攞到波都冇空間或者冇時間可以做到任何嘢，結果就全場圍住，基本上係圍住阿根廷。雖然唔係話攻得好犀利，最主要嘅機會都係喺下半場嗰啲，但佢哋又即係西班牙亦都有自己嘅問題啦嚇。90分鐘之內解決唔到阿根廷，就在於佢哋喺攞到波，即係喺後防線，佢哋有機會喺後防線同中場線之間個空位攞到波嘅，但喺嗰度攞到波嘅時候，某幾個 moment 嗰個決定，無論係洛迪又好，定係話後備換上嚟嘅帕迪都好，有幾個 moment 嗰個決定係我自己睇翻轉頭，我覺得係錯嘅。比如洛迪嗰下喺個兩線之間攞到波，佢喺禁區邊前面係空嘅，好空嘅，即係已經啲後衞已經壓晒向禁區，佢前面係好空嘅，但佢冇選擇再帶或者再分去兩邊又好點都好，佢就選擇咗往前咗一步之後就即刻射，咁呢個我覺得機會都係其實浪費咗嘅。帕迪嗰下又係帕迪換到上嚟喺兩線之間攞到波入到禁區㗎啦。但佢呢就俾人喺後邊拱一拱，結果就射得冇力，又浪費咗。其實呢下又係同帕迪嗰下同阿洛迪嗰下差唔多，都係有機會嘅。但總體嚟講，成場波就係基本上就係西班牙就係主導個控球權，強大嘅控制力。無論你點逼上嚟，我都可以維持到控球。不停咁猜傳，不停咁樣揾機會，結果就消耗。其實就同上一場對法國一樣，無論你前面幾勁都好，你前面啲人攞唔到波，咁咪即係等於冇用㗎啦。我就唔使怕你。基本上成場波都係咁樣。而阿根廷呢，就一直都維持佢呢種嘅踢法，即係比較爛打又好，爛仔又好，點講都好啦嚇。其實今場波得一個安素費南迪斯攞紅牌落場咧，即係罰攞紅牌已經算少㗎啦。我本人嚟講，我覺得後備上陣嘅帕列迪斯都應該要紅牌出場嘅。最後10打11完場，我覺得係9打11嘅應該。即係阿根廷佢冇當佢冇控球嘅時候，其實有冇控球佢都踢得好爛仔嘅。但只不過佢比上一場就更加極端啲，就係佢連波都即係西班牙唔係英格蘭啊嘛，所以阿根廷連波都攞唔到，結果就基本上成場就處於防守局面。咁阿根廷之前踢過幾場加時，上一場又叫做拼盡咁贏到英格蘭之後，咁你呢場波西班牙一控制晒局面嘅時候，阿根廷就完全冇full fit啦。其實一開場阿根廷我覺得係都有啲心思嘅，佢有一兩腳係唔過中場，直接大腳長傳俾即係今場正選嘅力高岡沙里斯嗰邊，想長傳咁樣谷嗰邊嘅，有兩下啦，好似有一下就揼到落岡沙里斯個背脊，然之後停咗落嚟，然之後同博羅爭，另外一下就又係都係博羅嗰邊，不過博羅就頂走咗咁樣。其實佢都有阿根廷都算有啲心思嘅，想用嗰個方法嚟叫做即係打下反擊又好，即係叫做牽制下西班牙都好。但係始終西班牙實在
個控制力，個 control 啦，個控制力太過強大啦，實在成場波基本上都同上一場對法國贏入法國一模一樣嘅情況之下，完全控制局面。咁雖然即係正選嗰啲佢冇表現，正選嗰啲嗱攞唔到入球都好啦，佢換咗啲後備出嚟，費蘭托利斯啊、帕迪啊、美連奴啊呢啲其實都係可以維持翻咗嗰種控制力，即係而且咧，佢哋唔係話冇高波咁，特別是美連奴上咗嚟，佢哋都可以兩邊傳中嘅，好似去到加時上半場咁樣，力高威廉斯喺左邊傳過嚟中間，美連奴即係佢，我唔知佢個頭係批應咗定話批唔應，定話擰得勁得滯，結果就我諗佢想批嘅批尾柱，不過話批薄咗定話批厚咗就結果就出咗界。如果唔係，其實加時上半場西班牙都已經領先嘅啦。咁就其實所以西班牙除咗控制之外，其實佢唔淨止有短傳滲透，佢都可以即係必要時佢都可以即係咁樣玩傳中嘅。咁其實呢隊波已經即係呢屆賽事2年前其實2年前歐國杯佢哋就靠控制加埋兩翼齊飛咁就攞咗冠軍。今屆咧佢哋個兩翼就算叫做截選咗，一個力高威廉士就傷啦，狀態唔好啦，有傷啦，叫做成屆都有傷，帶住傷踢啦嚇，所以就冇點正選。右邊也馬咧，亦都係成屆都係狀態唔好嘅，都係算叫做大傷，即係叫做啱傷愈，成屆狀態都唔好。其實今場也馬嘅狀態都係唔好嘅，佢喺右邊想爆，又成日想搏犯規，但係球證即係冇理會或者叫做容許呢啲咁嘅拉扯身體動作之後咧，其實就叫做也馬叫做其實個功效係冇乜嘅，所以呢場其實也馬嘅即係算叫狀態比較差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我估計阿根廷可能咧已經90分鐘已經頂唔住啊！好，即係阿根廷對於阿根廷嚟講，可以拖到入加時先輸嘅話咧，算叫做係因為也馬嘅狀態實在太差，咁又邊路爆唔到佢，所以爆唔到阿根廷，所以先令到阿根廷算佢頂得住嘅啫。咁其實所以成場波控制咗之下，到咗加時下半場一出嚟，就一個咁嘅機會，博羅右邊傳中傳俾力高威廉斯就點翻埋中間，費蘭托利斯就左腳掃把腳啦，叫做引到應一應，網頂掛網入，就1-0搞掂阿根廷。實至名歸咁攞咗呢個冠軍，即係全場嘅控制力又好，數據又好，其實都唔使睇嘅。西班牙係呢個冠軍係實至名歸，完全係叫做技術同上一場一樣，技術性擊倒阿根廷。阿根廷就靠嗰啲爛仔啊，同埋嗰啲落後之後掟中堅上去呢咁戰術叫做負隅頑抗咗一下啦，但都叫做捱咗個90分鐘，加時終於輸。其實都算合理㗎啦，真係西班牙呢屆冠軍真係毋庸置疑嘅，叫做非常之有說服力啊！即係控制力又控制得好，無論你對面咩球星都好，麥巴比啊、丹比利啊、美斯啊、奧利斯呢啲，完全係以控制力控制你，你攞唔到波嘅話，咁你幾勁都冇用啦。咁就一個咁嘅足球哲學嚟攞咗個冠軍，即係所以話足球係可以咁踢嘅。其實上一場阿根廷贏英格蘭，其實英格蘭都係戇居啫。如果佢係控球，好似西班牙咁控球在腳嘅話，其實就唔使縮晒落去，佢手嘅話就根本唔會有事。其實我覺得，所以都係講翻轉頭，所以西班牙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足球範例，好冠軍，近控制力，近操你。咁我就你幾勁都唔使驚。OK， 呢場波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覺得小弟講嘅啱聽嘅話，就歡迎支持小弟嘅頻道。多謝大家支持。